我哋由細到大，總係被灌輸一句說話：只要努力，就一定會成功；只要付出，就一定有回報。世界一定係公平嘅。細個聽落，覺得好合理，但當真正踏入社會之後，你會慢慢發現，現實未必係咁，因為有時候你已經好努力，結果依然失敗。你真心付出，最後換來嘅可能只係失望。而世界其實亦冇想象中公平，有啲人起跑線已經比你好，有啲人一句說話等於你10年努力，有啲人靠背景、資源、人脈比你更容易得到機會，呢啲全部都係現實。所以人成熟其中一步，就係接受世界本來就唔公平，因為只有接受現實，你先唔會永遠活喺幻想裏。你會開始明白，單靠努力有時並不足夠，因為社會唔只講實力，仲講情商、人情世故、機會，甚至時機。有時候太過剛直嘅人，反而容易處處碰壁；而懂得處事圓滑、懂得看場合、懂得進退嘅人，往往更容易得到機會。唔係因為佢哋一定比你優秀，而係因為社會好多時獎勵嘅未必係最硬頸嗰個，而係最識適應環境嗰個。現實世界裏，順勢而為，有時真係比一味死撐更重要。就好似逆風推船，你再努力，都未必快得過順風而行。但呢個世界殘酷嘅同時，亦有另一面。雖然努力未必一定成功，但唔努力，成功機會只會更低。雖然世界唔公平，但真正拉開差距嘅，往往係有啲人認清現實後選擇成長，有啲人卻只係不停抱怨世界。所以成熟唔係變得悲觀，而係睇清現實之後，依然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因為真正強大嘅人，從來唔係相信世界公平，而係即使知道世界唔公平，依然有能力走落去。